2017年举办世界大学运动会了后，咱台湾是当8年，搁要举办国际比赛，也就是双北明年要办的世界总联运动会。今仔日嘛正式公开吉祥物的名称佮有模样。 徛在台顶做出拍羽毛球的姿势，伊是目前全球年会上大的103岁羽毛球选手林友无，拍球拍50档，也捌摕到国内羽毛球比赛连续40年的冠军。明年准备参加世界总联运动会，参80岁选手挑战双打。林友无表示，人爱振动才会健康。即马逐礼拜练习3届，一届2点钟，伫家己通负担的范围内，就去拍拼，希望摕到好的成绩。 我们人的健康长寿啊，最主要的各种运动，246还保持打羽毛球，一天2个钟头。当然，我希望也拿到冠军嘛。既然参加完，当然有越高的名誉越好。有一个国家曾经有101几岁的参加过，我们呢由我来参加完。 明年双北共同举办第10届世界总联运动会，是亚洲头一个主办单位。主办单位表示，目前有1万人报名，希望上尾通到4万人。即马香港、日本、澳洲的报名人数上济。那以国内来讲，双北的民众是占8、9成。呼吁其他县市的民众，只要有兴趣、符合年会规定，拢通来参加这场国际性的运动会。项目的部分，主办单位也讲，上济人报名的是田径、游水甲羽毛球。田径。 人数国内外拢足济，再是游泳，再就是羽球，田径个满。阮即马你甲总会你讲看会使个有一刷名额无？主办单位前一阵也伫网络顶募集吉祥物 Strong 的华语名，要我2000人参与。拜四正式宣布，以后做壮宝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希望用浅蓝色和粉蓝色的色水，呈现团结活力，替这摆选手赞声。记者刘新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